今日我哋嚟到元朗嘅裕88啦，受到業主委託就更換翻鋁窗嘅膠邊同埋維修露台門喎。喺更換膠邊嘅時候，仲發生咗啲特別嘅嘢添，係咩事呢？一般鋁窗啦、膠邊都會老化嘅喎，咁可能會收縮啊或者變硬啦。但係呢度咧有個特別啲嘅情況喎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其實鋁窗嘅膠邊咧個使用壽命咧一般都有10幾20年㗎，咁但係點解呢個屋苑講緊10年樓齡啫喎，就有啲咁樣嘅情況咧？原因就係物料上面嘅不同啦。其實除咗呢個屋苑，香港地都有好多個屋苑都有咁樣嘅情況發生嘅。咁大家可以嘗試一下咧，去摸下嗰個防水膠邊，去測試下自己屋企嘅膠邊會唔會有撳咗落去而彈唔翻出嚟嘅情況。咁啊及早咧喺佢溶之前咧就盡快更換啦。其實點解要及時盡早更換啦？因為我哋做鋁窗維修更換膠邊咧，其實十分之快。但係當我哋遇到溶膠邊啊呢啲咁極端嘅情況底下咧，師傅需要花嘅時間啦、功夫啊，亦都相對地係更加多。咁啊，人工自然都會貴咗啦。咁師傅我哋都會做緊一啲膠邊嘅特別處理咧。因為咧，當初佢哋個膠轆就會容易爆裂啦，佢入邊個啤鈴亦都係好唔順嘅。我哋公司就會用翻一啲靚嘅頭轆，就唔會有呢個情況發生咯。